经进来了，现在就在凹凸大厅的正上空。到了，下来吧。以后有的是机会看，赶紧跟我去凹凸大厅里面报道。欢迎来到凹凸大赛，在这里实现你的愿望。我喜欢跟上，磨磨蹭蹭的。这就是我们的凹凸大厅了。是链接各个比赛区域的中枢系统，参赛选手们可以通过这里领取自己的原力技能，选择自己想去的目的地，查阅大赛最新的动态信息。当然，除了比赛，还有各种美食、娱乐和休闲项目。注意，凹凸大厅严禁动武，不得破坏公物，特别是这里的工作人员。他们的职责是负责大赛积分获取提示、违规扣分警告、出售道具餐饮、检修赛场设施和监督赛场情况。要不要品尝一下最新款饮料啊？你看那个红色有2个触角的，它是执法机器人，也是专业的战斗型机器人，维护大厅的警戒工作。一切破坏大厅秩序行为的都会受到执法机器人。虽然经常被无视和玩坏就是了。小心点，这家伙，加德罗斯，他太无视大赛的规则，所以被扣的分数也是最多的。切记，遇到这个人一定要离他远一点。这些显示牌有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。还有这些，都是现阶段的明星玩家，也都是很危险的家伙。加德罗斯来了！加德罗斯来了！快看，加德罗斯！让开，渣渣！哼，大赛又送过来一个炮灰，有的玩了。又是这家伙！禁止殴打工作人员，额外禁止殴打工作人员。哼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长得一点都不帅，还是个小矮个子，别被他们听到了。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加德罗斯本人，还有他的队友们，全都是一帮暴力的家伙。欢迎新的参赛者来到凹凸大赛，我是你们的审判长丹尼。大赛新开放了一个区域，你所看到的是我们审判长丹尼尔的实时影像，虽然没人知道他每次都是躲在哪里说话的。我们丹尼尔大人呢，负责大赛各项事务，所有的机器人都是他的手下。厉害吧？本大爷叫佩利，你就跟着我混，保证你吃香的喝默契办事要紧。这些都是我们的参赛选手，以后你会慢慢认识他们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带你去终端机那儿，你可以通过终端机获得大赛信息，并且领取属于你的原力技能。这个就是终端机，站上去吧。关于大赛的相关信息，这个机器都会告诉你的。参赛者，先验证一下你的身份信息。这是大赛的相关规则和条款，没问题的话，你就进入下一步啦。好了，我的工作也结束了，祝你好运吧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了什么来参加凹凸大赛，但希望你不要像那些炮灰一样，只想着给别人送积分而已。传送，炎炎